2021地当，台南的山区受创严重，尤其南西、玉井、南华、甲立东山是重灾区。市府到3月13日统计，民众通报的房屋受损总共有4120件，其中被打红单有499件，黄单1546件。未打单的部分有2074件。市府依照社会急难办法，针对打单的部分，拢会用现款的补偿来救助。但议员关心无打单的部分，市府是毋是嘛爱照顾？对此，市长嘛回应，会伫个黄单处理完，3月20临时会结束时来控列经费。对于未贴单的部分，我们会适许补助。但是这绝对不是说像保险公司理赔一样，一件一件跟你算，然后又要求这个部分。坦白讲，我们大概能够做到就框列一个整数。这个红黄单的部分，我们也要把它列进去，所以加起来总共是4000户。那大家想看，4000户如果一户补助1万块，就是4000万；一户补助5万块，就2亿。坦白讲，这都是天文数字。因此呢，我们必须等这个我刚刚承诺的是在礼拜5。之前就是3月20日之前，我们在这个部分要求中央补上一个修缮费用。只要在这一页，我们在这个就是报告里面，我们3党协商再补上一个修缮费用的话，它就可以来帮我们台南市处理这些红黄单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应付，我们没有办法去付的这些就是给救助给这些灾民的这些费用。那只要把这个部分处理好了，我们就可以优先来匡列我们未贴单补助的部分。我们未贴单补助的部分，我们要怎么匡列？就是你们要去研拟。伫个救助部分，台南县进前0206现款转做社会急难救助，才用用伫个即届0121的救助。如果单纯以即届0121社会关注4800万左右，议员担心无够使用，因此现场嘛有议员提议，将市府各局处要捐赠予各团体奖助经费，会用伫社会救助金的专户，帮助重大灾害灾损的消耗。台南新闻林根、杨顺怀采访报道。